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4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4篇，但以理书第10章第2节到19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26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顺服圣神。昨咱提到着但以理为着以色列人民来祈求，佮较明白来讲，伊为着以色列人民来向上帝来求情，恳求上帝赏赐这个人民以及赦免的恩典。但以理禁食祈祷连续3个礼拜的时间，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伊毋是完全的禁食。乃是无食迄种好食的物件，无食肉，无啉酒，甚至真有可能是食迄种真基本身体所需要的食物，这是真有可能的啦吼。但是这段期间呢，伊看到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只有伊看到。别人无看到，但是却真正安尼着惊，就闭起来。但以理犹原留伫原来所在，但是伊规身躯无力，趴摆伫涂骹。听到迄位生了真性人的人讲话，这仪表上帝的形象。因为但以理安尼讲忽然有一个看起来亲像人的摸我的喙，我就开喙对迄个徛伫我的面前的讲：我的主啊，我因为这个异象心内忧伤痛苦，规身躯无力。我是主的仆人，迄个会堪直甲我的主讲话。现在我规身躯无力，徛袂牢，强袂喘气。我主就对这个异象的中间来讲话，这段话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啦吼。因为描写着但以理甲神人讲话的情形。伊安尼就无力去啊，讲话的能力拢失去啊。但是新人望着伊的喙唇了后，伊提升恢复着讲话的气力，后来就恢复规身躯的气力，就亲像以赛亚先知拄互上帝呼召的时阵，上帝用这个红红的火炭来接触伊的喙唇，互伊洁净共款。上帝的神是赐能力、赐了平安的上帝。但以理书10章第2节到19节安尼讲，迄时我但以理忧伤3礼拜，伫这中间我无食好食的物件，无食肉，无啉酒，嘛无用油抹身躯。正个日是我搁伫底格里斯大河边，额头一个看到一个人穿幼地布的衫，下着乌发纯金做的腰带，伊的身躯亲像青叶，面貌亲像死人，目睭亲像火焰，手甲骹光甲亲像磨光的铜，讲话亲像规群的人在喊话的声，这个异象只有我但以理看到，甲我做伙的人无有一个看到。毋过因拢非常惊吓，走去避。剩我一个人伫遐，我看到这个大的异象，就规身躯无力，面失色，连一丝仔气力都拢无。我听见伊讲话的声。我一个听见就趴落去，面黄涂骹，失去意志。忽然间，一只手甲我摸，互我的骹头腕甲手底
拢脱伫涂骹，身躯还在喘。伊对我讲，得到上帝疼痛的但以理，你着明白我对你讲的话。你站起来，现在互上帝差遣来你遮，伊在讲的时，我站起来，身躯皮皮喘。伊阁甲我讲，但以理毋免惊，你对头一日就决心要了解这个异象，伫你的上帝面头前来谦卑。伊有听你的祈祷，我就是为着你的祈祷来的。毋久，波斯国的守护天使甲我挡伫波斯的领袖遐21日。后来天使长中间一个米迦勒来帮助我。现在我来是要互你明白，你的同胞以后会拄到的代志，就是关系要来的时期的异象。伊对我讲这个话的时，我面涂骹，无法度讲话。忽然间有一个看起来亲像人会来摸我的喙唇，我就开喙对迄个徛伫我面前的讲：我的主啊，我因为这个异象心内忧伤痛苦，规身躯无力。我是主的仆人，哪会甘得甲我的主讲话？现在我规身躯无力，徛袂牢，强要袂喘气。迄个看起来亲像人会阁甲我摸，互我有气力。伊讲毋免惊，你是上帝所疼的，愿你平安。你着坚强，搁再坚强。伊一个对我讲话，我就恢复气力。我讲我的主啊，请你继续对我讲话，你已经互我坚强起来啦。圣神会同在想事互但以理定心有得到气力，而且顺服听上帝的旨意。约翰将耶稣基督的教导较进一步来说明。约翰福音14章中间，耶稣基督提到这个圣神的保惠师。伊讲圣神将要提醒基督徒耶稣基督的教示。约翰进一步来提醒基督徒，当咱有圣神的时阵，做咱的老师的时阵，咱就毋免有需要其他的教導。那安尼就会通避免遐的错误引诱的教導，互人进入伫这个得基督的阵营内底的学说。约翰一书第2章26节到28节安尼讲到，我写这会互恁，是关系上尾迄顶的人的事。对恁来讲，恁对基督领受着圣神定伫恁的内面，就无阁需要别人甲恁教示，因为这位圣神要教示恁逐项代志。伊的教示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安尼就照着圣神教示恁的，踮伫基督的内底。但少年人就踮伫基督的内面。安尼，伊伫伊显现的时阵，咱伫伊的面前才会好胆，袂因为伊的来临感觉见笑。这非常亲像咱伫咧教导兄弟姊妹对伫遐的骗局的人电话，毋免听，毋免紧张，毋免相信。那安尼，这个诈骗的电话就起不了作用。假的信息，着基督的讲法就袂对基督徒的信仰产生影响，因为咱心内有圣神做咱上正确的导师甲引带。诗篇第4篇，求上帝帮助的暗岛，为我辩护的上帝，我求救的时，求你应我；我困苦的时，你有甲我解透放。但求你怜悯我，听我的祈祷。恁这的人啊，恁将我的尊严变做建设要偌久？你以爱康复追求富价，要甲第时啊？着知上主已经分别敬虔的人做伊家己。我求叫上主，伊会听我的声。着惊吓毋通犯罪，伫迷茫叫困的时，心着安静自守。着献下上帝心意的祭。着我靠上主，真侪人在问，啥人会当互阮得到福气？
上主啊，求你用你下面的光照阮，求你互我内心有欢喜，赢过人得到真济五谷甲成就。我要安然倒直困，因为只有上主你会互我安稳徛起。亲爱上帝，阮恳求你差遣你圣神，永远踮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明白真理，顺服圣神的教导，无叫阮入伫迄个试探，中着迄个诱惑，互阮会当脱离遐凶恶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